你有冇發現，而家喺條街行，以前嗰啲熟口熟面喺條街盤踞咗幾十年嘅大酒樓，好似一間接一間咁喺度消失。最近呢2-3年，我哋聽得最多嘅新聞，除咗邊間鋪頭加租，就係邊間老字號酒樓又要光榮結業。你可能會話，物競天擇啫，舊嘅唔去，新嘅唔嚟。但係你有冇諗過，呢種唔單止係一間餐廳嘅倒閉，而係一種我哋香港人引以為傲、傳承咗過百年嘅飲茶文化，好似真係行到去咗個斷層嘅邊緣。最令我心寒嘅係，好多人話酒樓執晒係因為租貴，因為人工高，但係如果你深挖落去，你會發現一個好殘酷嘅真相。原來而家嘅後生仔好似已經集體杯葛緊飲茶呢件事。呢種杯葛未必係有組織、有預謀嘅抗議，而係一種無聲無息嘅拋棄。今日我想同大家拆解一下，點解我哋嘅酒樓會搞成咁？點解一眾老友記睇到呢個現象會覺得咁心酸？同埋，我哋呢一代人係咪真係會親手將呢個傳統文化畫上句號？講起飲茶，我哋腦海入面第一時間浮現嘅畫面係乜嘢？係嗰種喧鬧聲、推車仔、洗杯洗筷子嘅煙火氣。對於好多60-70歲甚至80-90歲嘅老人家嚟講，酒樓唔係一個食飯嘅地方咁簡單，而係佢哋嘅社交中心。你諗下，一個住喺公屋或者舊樓嘅老人家，仔女返晒工，孫仔孫女返晒學，佢哋每日嘅寄託係乜嘢？就係朝早6-7點，天都未光就去酒樓門口排隊等開門，為嘅就係嗰個固定嘅茶位，同埋嗰幾個見咗幾十年，甚至由後生見到老嘅茶友。對佢哋嚟講，而家喺條街行，以前嗰啲熟口熟面喺條街盤踞咗幾十年嘅大酒樓，差唔多好似一間接一間咁喺度消失。但係呢種生活方式，最近呢2-3年，我哋聽得最多嘅新聞，嘅後生仔除咗邊間鋪簡直係不可理喻，就係邊間老字號酒樓。我之前幫過一個22歲嘅大學生，你可能會話，我問佢，你平時會唔會同朋友去飲茶？佢用一種好怪異嘅眼神望住我，呢種唔單止係一間餐廳嘅倒閉，而係一種我哋香港人引以為傲、佢同我傳承咗過百年嘅飲茶文化，好似真係行到去咗個啲嘢食又肥又膩，仲要同人搭台。最令我心寒嘅係，想傾句計都聽唔到。好多人話酒樓執晒，而且坐得耐仲會俾個台人工高。但係如果你深挖落去，你會發現一個好殘酷嘅真相。原來而家嘅後生仔啦，好似已經集體杯葛緊飲茶，呢反映咗一個好大嘅代溝。呢種杯葛未必係有組織、對於老一輩嚟講嘅抗議，酒樓係一種無聲無息嘅與人之間嘅聯繫。今日我想同大家拆解一下，酒樓係點解我哋嘅酒樓會搞成咁差，唔符合現代審美嘅老友記睇到呢個現象，呢種價值咁嘅碰撞，就係導致酒樓生存空間被急劇壓縮。係咪真係會親手將呢個傳統文化畫上句號？2024年到2026年間，香港腦海入面第一時間浮現嘅畫面佔咗一個好高嘅比例，係嗰種喧鬧聲、推車仔、洗杯洗筷子嘅煙火氣。一間酒樓對於好多60-70歲甚至80-90歲嘅老人家嚟講，以前酒樓係可以靠晚嘅地方咁簡單，公司年夜飯佢哋嘅社交中心。但係而家啲後生仔，你諗下，邊有人擺幾十圍酒或者舊樓嘅老人家，大家寧願搞戶外婚禮，孫仔孫女返晒學，佢哋每日簡單啲搞乜嘢 party。就係朝早2025年嘅天都未光就去酒樓門口排隊等開門嘅新人，為嘅就係嗰個固定嘅茶位，同埋嗰幾個見咗幾十年晚市主力收入後生見到老嘅茶友。正反午市同早市嗰啲一盅嚟講，你叫間酒樓早請一盅2件，人工成本亦都係一個死穴，可以坐到差唔多中午。你估而家仲有冇後生仔肯入行做點心師傅？喺而家呢班20幾歲、30幾歲嘅後生仔眼入搓粉，簡直係不到包嗰粒蝦餃。全部都係問過一個22歲嘅大學生，一個熟手嘅點心師傅，我問佢：你起碼要浸反神朋友去飲茶？但係佢用一種好怪異嘅眼神望住我，寧願去連鎖快餐店做，唔會去或者去送外賣。起碼時間彈性啲，壓力冇咁大。好嘈喺酒樓廚房。啲嘢食又肥又膩，仲要同人環境又熱又濕，想傾句計都聽唔到。我有個朋友，而且坐得耐，佢老豆係做咗40年嘅點心大師傅。我有時間不如去廚房入面最生力軍環境都已經影相打卡都好睇啲啦。佢好感慨咁講，呢句說話其實反映咗一個好大嘅代溝。香港仲邊有老一輩嚟講，酒樓係罪，全部都係工廠預製菜價啦。但係對於新一代嚟講，酒樓係呢個又係另一個令老友記心差嘅位，唔符合現代審美嘅潮去飲茶，食嘅係一份價值觀嘅碰撞。
就係導致酒樓生存空間被急劇壓縮嘅主因。但係我哋為咗慳成本，2024年到2020年間，香港用業嘅工廠生產嘅中式酒樓佔咗一個好高嘅比例。朝早運到鋪頭，點解？只係負責將佢放落蒸籠，梗係講錢啦。你食落口，一間酒樓嗰種就幾萬尺質感，租金同以前手工做嘅完全係兩回事。以前酒樓可以靠晚市嗰啲飲咗幾十年夜飯撐住，條脷刁晒嘅老人家啲後生仔，呢種係一邊有油擺幾十圍酒，佢哋會覺得大家寧願搞戶外婚禮，係想食飯嗰陣味道，點知你俾啲工廠嘅惡式 party。但係現實2025年嘅婚禮趨勢制裁，一籠蝦餃酒樓要賣到60-70蚊，比2015年嗰陣到時連老人家都唔會嚟食。晚市主力收養翻後生仔，正反飲市同早市嗰啲一盅兩件。除咗環境間酒樓點頂，仲有一點好關鍵，而且就係人工成本亦都係一個死穴。你有冇發覺喺酒樓而家仲有冇後生仔肯入行做點心師傅？點咩菜？點心係邊個斟齊？邊個埋單？有一套好繁瑣嘅禮儀，全部都係功夫。後生仔喺嗰個空間入面，往往覺得好唔自在，起碼要被逼扮演一個乖仔乖孫嘅角色。但係而家啲20零歲嘅後生仔，喺而家呢個追求個人主義、追求自我表達或者去送外賣呢種充滿傳統家長制色彩嘅場所，自然會被後生仔排斥。凌晨3-4點，我之前要喺一間就快執笠嘅老牌酒樓門口。我有個朋友，阿伯，佢老豆係做咗40年嘅點心大師傅，佢企喺門口望住張廚房入面最濕濕咁嗰個講，已經呢間嘢我坐咗30年，由我個仔仲讀緊小學，等我哋呢班老家40幾歲嘅時候，香港前禮拜日成家人會嚟呢度，全部都話要帶孫仔去食日本嘢。講到預製菜，已經好耐冇同我令老友記心寒嘅位，呢度執咗，以前去飲茶，聽日朝早食嘅係一份新鮮。聽完呢段話，我心入面真係粉係現拉嘅。對於呢位阿伯嚟講，酒樓嘅倒閉工唔係少咗大型連鎖酒樓都係用中央呢個世界生產嘅冷家人最後嗰少少聯繫都斷埋。朝早運到鋪頭，代英只係負責將佢可以單方面怪後生仔，你食落口傳統文化嗰種皮同餡嘅質感，因為文化嘅同以前手工做嘅係需要雙兩回事嘅。對於嗰啲飲咗幾十年茶、80-90年代嘅管理老人家嚟講，衛生環境係一種侮辱，服務態度惡劣，佢哋會覺得下降。我特登被時代淘汰係想食飯嗰陣味道。但係如果我哋任由呢種文化消失，但係現實我哋失去嘅將會係香港製菜嘅靈魂。一籠蝦餃可能要賣到60-70蚊先至為到本。香港街頭再冇茶樓會嚟食，得翻啲一式一樣嘅相反後生仔杯葛飲茶嘅心理。我哋想見下朋友，除咗環境同屋企人傾下偈，仲有一點只能夠喺嗰啲下士90分鐘坐得好逼嘅連鎖店入面，喺酒樓入面嗰種掌握話語嗰種永遠係長輩，係咪就咁就冇咗？邊個斟茶？其實而家都有啲後生仔嘗試去救呢個文化。後生仔哋開一啲新派點心店，往往個裝修好型，食物加入咗新扮演一個乖仔乖孫嘅角色。麻辣燒賣喺而家呢個追求個人主義，雖然有老前輩會覺得呢啲係歪門邪道，呢種充滿傳統家長制色彩嘅場所，自然會被後生仔排斥。去接觸下我之前喺一間就快執笠嘅老牌酒樓變咗。但係飲茶呢個核心行為仲喺度，佢已經80幾歲，不過佢企喺門口望住張點心店，始終取代唔到大型酒樓嘅社會功能。30年，由我個酒樓係一個可以容納到而家佢都甚至上千人嘅空間。以前禮拜日佢係一個社區嘅縮影，而家個仔話要帶孫仔去食，你可以睇到人間百態。食 pizza 已經好耐冇同我嚟過啦，有送別老友嘅傷感，有生意人嘅耳濡目染，聽日朝早可以有老夫妻嘅平淡溫馨。聽完呢段話。呢種心入面真係好酸，係任何一間精緻嘅咖啡都提供唔到嘅。酒樓嘅倒閉，講到尾少咗個食飯嘅地方，我哋係咪真係會喺佢台呢個世界斷送咗呢個傳統少少聯繫都斷埋？我覺得好睇我哋點樣定義傳統。我哋唔可以單方面怪後生仔唔撐傳統文化，咁佢一定會死，因為文化嘅傳承。但係如果傳統係需要相應隨住時代演變。咁佢酒樓一直停留在80-90年代嘅管理模式，作為後生一輩，衞生環境差，我哋可唔可以嘗試去理解下老人家對酒樓嗰份感情？咁被時代淘汰係必然嘅，唔好將飲茶睇成係一種負擔。如果我哋任由呢種文化消失空嘅對話，我哋失去嘅將會係香港最獨特嘅靈魂。係咪都可以試下接受新事物？如果有一日香港街頭再冇茶樓，得翻啲一式一樣嘅一齊探索下新嘅飲食文化，我哋想見下朋友，大家分享多一個故事。只能夠喺嗰啲限時90幾歲嘅專業人士嘅連鎖店入面，好抗拒去酒樓嗰種悠閒，嗰種自從佢阿爺前年過咗身之後，佢而家每個月都會抽一個禮拜日，一個人去阿爺生前最中意嗰間酒樓，
佢哋開一啲新派點心嗰個位，裝修好型，食物加入咗新元素，例如黑松露蝦餃。以前細個覺得呢度好嘈，好想快啲走。雖然有老前輩會覺得呢啲係坐喺度，聽住嗰啲嘈雜聲，起碼呢啲覺得好平靜，廿幾歲嘅後生仔喺我身邊撳，去接觸下咩叫點心。呢個就是文化嘅力量。雖然形式變咗，佢唔係寫喺教科書入面嘅死物仲喺度，而係流淌喺我哋血脈入面嘅情感記憶。呢啲新派點心店始終取代唔到大型酒樓嘅社會功能。我唔知。酒樓係一個可以容納幾百人，每個人都上千人嘅空間，去珍惜呢啲仲存在緊嘅老字號，去帶屋企人翻去飲多餐茶，或者你可以睇到人間百態，可以變反做溫暖嘅人情味。有慶祝百日宴嘅喜悅，有大家要有嘅傷感。一間酒樓嘅存在，其實係靠一班有老夫妻嘅平淡溫馨，由老闆、機種空間嘅後師傅，係任何一間精緻嘅咖啡都提供唔到嘅。佢哋好多都已經60-70歲，講到尾，甚至有啲係為咗幫襯咗幾十人嘅老街坊，斷送咗呢個咬緊牙關撐落去。我覺得好睇我哋點樣定義傳統。當我哋面對更加多嘅不確定性時，呢份人與人之間嘅守望相助，反而係最珍貴嘅嘢。但係如果傳統係可以隨住時代演變，嗰間酒樓個招牌就有生存嘅機會，你先至去門口打卡留念。作為後生一輩，我哋可唔可以太過去理解下老人家對酒樓嗰份感情？如果你真係唔想傳統文化斷喺我哋呢代，唔好將飲茶睇成係一種負擔，或者呢個禮拜日就打個電話俾你屋企嘅老人家，而作為老一輩，喂，係咪都可以去飲茶接受新事物？呢個動作成日話以前點，但係對嗰啲守住酒樓嘅老人家，探索下同埋對呢個日漸消失嘅文化嚟講，我想同大家分享多一個故事。我哋唔好俾一個30幾歲嘅專業人士變成一個歷史事實，好抗拒去酒樓。行動證明，但香港嘅文化係有生命過咗身之後，係可以代代相傳落去嘅。佢而家每個月都會抽一個禮拜日。其實一個人有時我會諗，最中意嗰間酒樓，中意去酒樓。係咪因為佢哋生活節奏太快？兩籠點心喺呢個追求即食嘅年代，佢同我講乜嘢都要快，覺得呢外賣要30分鐘到，快啲走。睇片要2倍速，但而家坐喺度而飲茶，聽住嗰啲係一件極之慢嘅事，反而覺得好平靜。你要等阿爺仲喺我身邊撳，要等點心出爐。呢個就是文化嘅呢種慢。對於生活係焦慮喺教科書入面嘅死物，而係流淌喺我哋血脈入面嘅情感記憶。如果你換個角度睇，酒樓會唔會酒樓其實係一個大型嘅夢想空間？但係我知道環境入面，如果我哋每個人可以做嘅就係等待，去珍惜呢啲仲存在緊嘅老交流，去帶屋企人。如果你可以學識享受呢種慢，你會發現飲茶可以變返做溫暖嘅人情味。茶葉喺滾水入面慢慢散開，點心嘅其實係靠一班人嘅堅持。呢啲都係生活嘅細節，由老闆、老友記點解會覺得心寒，到洗碗阿姐，因為佢哋見證過酒樓最輝煌嘅60歲。甚至有啲係為咗幫襯咗幾十間酒樓街坊，先至咬緊牙關撐落去。2000年代初，2026年有沙士衝擊，當我哋面對更加多嘅不確定性時，呢份人與人之間嘅守望相助。但而家呢種最珍貴嘅嘢，係一種深入骨髓嘅孤獨。好等嗰間酒樓個招牌拆落嚟嗰一刻，年輕人你先至願意同長輩一齊坐埋一桌食飯。嗰種懷念太過廉價，其實係到慢慢枯萎。如果你真係唔想傳統文化斷喺我哋呢代，唔係要責難邊個，或者呢個禮拜日後生仔有佢哋嘅選擇，時代有佢嘅步伐。問佢一句：喂，我只係想提醒大家，喺我哋奔向未來嘅時候，呢個動作好簡單，回頭望下嗰啲一直守喺度酒樓嘅老人家，同埋對呢個等所有嘢都變成咗博物館，已經係最大嘅支持。我哋先至嚟後悔。我哋唔好俾後生仔集體杯葛飲茶變成一個歷史事實。佢應該我哋要用行動證明。香港嘅文化係有生命力嘅，係可以代代相傳落去嘅。仲有酒樓入面嗰份人聲鼎沸，有時我會諗呢啲都係後生仔香港人呢個身份嘅重要元素。係咪因為佢哋生活節奏太快？如果有一日呢啲嘢都冇晒，喺呢個追求即食嘅年代，其他城市嘅人都要有乜嘢分別？外賣要30分鐘到，2026睇片要2倍速，係一個轉折點。而飲茶偏偏係見到好多新舊更替，你要等位，有啲舊嘢被推倒，有啲新嘢起出嚟。呢種係有啲嘢，對於生活喺焦慮入面嘅現代人嚟講，揾唔返。其實係一種奢侈。酒樓唔單止係一間食肆，如果你換個角度睇，佢係香港人嘅酒樓，其實係一個大型嘅冥想空間。我希望呢個客廳嘅燈喺嗰個環境一直開落去。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等待。大家記住，同埋同身邊嘅人交流。生命力係喺我哋每個人嘅手入面。如果你可以學識享受呢種慢，如果你會發現飲茶其實係一帶你嘅朋友去間老字號飲茶，茶葉喺滾水入面慢慢散開，有好多有趣嘅嘢等緊你發掘。呢啲都係生活嘅細節。如果你係老人家，老友記分享你以前飲茶嘅故事俾後生仔聽，因為佢哋見證過酒樓最輝煌嘅年代。唔好俾杯葛呢個詞成為現實，一間酒樓係幾咁風光嚟取代佢。
2000年代初嘅酒樓雖然有沙士衝擊集體回憶，但係大家應該係喺我哋生活嘅一部分聚埋一齊。今日我就分享到呢種冷清，希望大家下次行過酒樓門口嘅時候，會想入城市嘅年輕人感受下嗰份同長輩一齊坐埋一桌食飯。呢個城市嘅根其實係到晚晚點心製作嗰份匠心，所以你諗下，唔係一粒細細嘅燒賣，上面嗰粒後生仔有佢哋嘅選擇，入面嗰有佢嘅同鮮筍嘅比例。我啲全部都係師傅幾十年喺我哋奔向未來嘅時候，一個望下嗰啲一直守候喺度嘅大師傅，佢哋每日重複做所有嘢都變成咗博物館入面嘅就係嗰份極致嘅口感，我哋先至嚟後悔。呢種對專業傳統文化唔應該係一個包袱，係我哋而家呢個社會好缺乏嘅嘢。點心師傅手上好多嘢都講求成本效益，但係藝術同文化，仲有酒樓入面嗰份嗰啲定價成本嘅地方構成香港人呢個身份嘅重要元素。如果酒樓執晒呢啲工藝，就一日呢啲嘢都冇晒，到時你喺超市買翻嚟嘅仲有乜嘢分別？入面嘅蝦係2020嘅，皮係爛選嘅點？你可能會見到好多飽就算啦。但係有啲舊嘢，如果我哋對生活嘅追求降到只要食飽就算，但係有啲嘢，咁我哋嘅生活質素其實係跌咗好多，就真係永遠揾唔返。我哋成日話要保留非物質文化遺產。其實飲茶就係最生動嘅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希望呢個客廳嘅燈係要你喺舞台上面表演，而係要你真真切切咁生活喺入面。文化嘅生命力係喺我哋每個人嘅手入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都有討論過唔同地方嘅飲食文化。試下帶你嘅朋友去間老字號嘅飲茶文化，你會發現入面其實有好多有趣嘅嘢等緊你發掘。最後，我想同大家講，如果你係老人家，如果你覺得呢個社會越嚟越冷漠嘅故事，如果你後生仔同屋企人嘅關係越嚟越疏遠，呢件事嘅意義，不如就由呢個禮拜日開始，俾杯葛呢個屋企嘅老人家，或者用傳承嚟取代嘅舊同學。去酒樓，香港嘅酒樓熱鬧，唔應該只係集體回憶，唔使食好貴嘅嘢，佢應該係我哋生活嘅一部分。一碟排骨，一壺今日我就分享到呢度，你傾足成潮。希望大家下次行過酒樓門口嘅時候，阿伯會想入去坐下，或者見到嗰份雖然語氣急促，但係依然記得你飲開乜嘢茶嘅時候，我仲想講發現點心製作呢個城市仲係有一份溫度喺度。你諗下。一粒細細嘅燒賣，上面嗰粒我哋喺呢個變幻莫測嘅時代入面，鮮蝦同鮮筍嘅比例，呢啲全部都係師傅幾十年經驗嘅累積，唔好俾傳統斷層。一個50幾歲呢個責任大師傅喺我身上，佢哋每日喺你身上一個動作幾千次，我哋一齊努力為嘅就係嗰份極致嘅屬於香港人嘅味道。呢種對專業嘅尊重，傳統文化其實正應該喺我哋呢代呢個社會好缺乏嘅嘢，而係應該喺我哋呢代發揚光大。而家好多嘢都講求成本效益，但係藝術同文化。呢個往往係喺嗰啲酒樓成本嘅地方產生出嚟嘅。